所以我们说，能够让我们的未来生具备一切圣缘，消除一切恶缘，然后能够得到一个善的人生哦。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需要积聚资粮，也要多发愿哦。尤其如果我们说要发起这种我为了要往生净土的这样的愿哦，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能投身到净土，并且得到这种不退转的这种果位哦。经典当中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要发愿。所以举例在汉地来说，所以中国佛教里面也有提到有净土宗。那么在藏区，就是藏传佛教里面，虽然没有特殊一个净土宗哦，但是呢，也有特别会无分别，就是各个教派都会要修持这个净土法门的。其实，在许多印度的注解论点当中呢，大部分的回向结行的回向都会念这个往生极乐净土的这样一个祈愿文，都会回向净土的。所以，其实，在大概在可能第一、第二世纪吧，当时有那个时代的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然后，所以可以说，在印度的这些古迹当中古的佛像当中就有阿弥陀佛的佛像的。所以可以说，大乘的佛教亦有的时候呢，也就有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的。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原文，还有呢东方净土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能够这两个愿文一起讲会很好。可以说在今生当中修持，同时能够得到这两个的灌顶的话，并且能够听闻这样的法的话，那就能够很圆满了。所以，如果我们具备了投身到净土的各种的因跟缘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自己要具备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所依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如果具备了这些因，会具有什么利益呢？还有我们要如何具备这些投身净土的因？还有如何能够自己这种成就，如何能够成就这个净土等等，有这几个要点要讲。第一个呢，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具备的所依，一个殊胜的所依是什么，才能投身净土呢？一般来说，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那在许多地方都有提到投身净土的各个因，无论是人也好，天人也好，或者是夜叉也好，等等，总之是任何的凡夫众生，都是可以向善的，也都是具备善心的，所以他们都是可以成就这个投身净土的因，所以这是一个所依的身哦。
상기 신들이 깨워를 기회 레드 심 동시 계획 자원은 용성하고 기는 참만심의 기바다 담배 취봉에 집에 심지는 마도 바로 대다 하나 심 계획 유로 주 상기 신들이 깨워 뭐 유럽의 지시도 나라는 매매 한다고 소리했는데 엄마도 상계와 미기오 아들이 다지 나랑 같은 거랬으나 아니 同时呢，在佛经在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造作了无间罪或者是舍法罪，就是这些很重很重的罪业的话，才不可能投身净土哦。但是，一般的这个众生，只要具备了投身净土的因的话，都是可以投身净土的。 제네테로 겨워주로 그래주사는 강사 수식이 상계기 천지바 미세저 상계가 매 천지바 수도 수이네요 同时，经典当中还有说，只要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呢，都能够投身到净土的。 유르데 제네스노아레 이 가르스노아레 가르정고아레 슈비나 누데와징이 신감당 同时呢，还有经典里面提到说，在西方净土的，你说无量寿佛也好，无量光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都是指一样的佛的。那还有他们最主要的心子呢，就是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 所以我们只要对这样子的主尊还有眷属具备信心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投身到净土去的，也就是对这样的西方三圣有信心的话，是都可以往生的。同样，在噶玛恰美的四座的这样的观修次第里面，有提到说噶玛巴是观音的化身。 那观音又是阿弥陀佛的心子，所以念诵噶玛巴千诺的话，也算是很亲近这个阿弥陀佛的一个法门，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快速的投身到净土。我想这是在恰美仁波切的典籍当中也有提到的。曾经我有这样子想哦。其实我在一个教本当中里面也有提到，有的人说呢，就是如果你直接修阿弥陀佛法，有的时候会比较远；你如果修持他的心子呢，像观音的话，会比较容易的。举个例子，就好像说，如果你要去见这个国王、皇帝过去的话，那你很难说哦，我要去见国王，我就马上就去。所以你需要先透过这个大臣，然后呢，才可能进得去。所以同样的呢，这里的大臣就好像是观音，还有大势至，或者是我们说大势至菩萨跟金刚手菩萨是一样的哦。那所以透过他们，然后再能够更亲近这个阿弥陀佛，似乎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尤其呢，在修持观音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外内的障碍都能够消除。尤其呢，像是引请这个有的时候像引请会有一些障碍哦，但是引请观音菩萨是不会有的。像是有时候说引请财神的就会有，引请的会有一些障碍的。所以总之，观音菩萨呢，它是容易引请，也容易修持的。还有一种说法，凡夫往生净土，如果具备各种因，也无法投生。
냥에는 내게 봐도 양답은이도 내버리기로 뒤지시나 근데 되는 데다 망해 봐도 로건이도 내버 풍분나버니 남버 샤바 나버 매베시 에스체 나도나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能够往生净土都是可以说是清净众的。为什么说什么叫清净呢？在俱舍论当中有提到，所谓的已经清净了的，指的就是圣者了。所以，就算是凡夫具备了因，也无法投生净土吗？那这是不是相违背呢？并不是的，因为在许多佛经当中谈到的内容呢，是由龙树、无着菩萨，他们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那么在无着菩萨里面，他有一个解释哦，他说，只要断除二边的，只是具备断除二边，具备这样正见，也不算是得到圣道、圣者的，因为还有这种只是比量逻辑上的一个理解而已的。因此呢，所谓的清净的众生呢，如果仅仅说，所以说在这里投生的时候，可以往生的时候，所谓的清净是指你只要断除二边的这样的逻辑上理解这个断除二边，这样也是可以的。还有在《阿弥陀经》里面也有提到，往生净土需要具备3种因或者4种因。那么净土呢是清净的，极乐净土是清净的一个净土。那么能够投生到那里的身体并不是异熟身哦。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往生到净土的这个因哦，它就不会是这种极地的因哦。那么，所以如果凡夫他造作了这样的这种极地，有烦恼，所以，但是凡夫就是说，有人说，如果你凡夫是有极地是有烦恼的，怎么这样的果是就是异熟身，怎么样可能投身到净土是不可能的。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在净土的凡夫的他们的有这种异熟身，但这种异熟身它并不是具备苦果的。由于同时他们生前积聚的这种因哦，他们也可以是不是极地没有烦恼的因，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是投生净土的3因或4因呢，它具备了这种阿弥陀佛的这种大愿心跟一种大加持力，所以呢，会让他们的这种投生净土的因呢，能够不被这种极地，也就是烦恼所染污。
那由于这样的因，而投往生净土的这个运生哦，也因为阿弥陀佛的一种加持力，所以让他们的这种运生也不是具有苦的这种运生了，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弥陀佛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是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情况，或者说这样的情形出现。所以在一个无死古生的这样一个经典当中有提到，这是我们在用斋的时候会念的，就是说佛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有这样的一段经文。那么我们说佛陀是不可思议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只要依靠佛菩萨就好了？那我自己什么努力都不用做了呢？但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佛不可思议，我们凡夫也真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不可思议的造那么多的恶业，我们有那么多的业相我们的业相也那么不可思议，那么的多。所以你可以知道，仅仅是佛的不可思议是没用，因为我们的烦恼而造作的业相那也真的是不可思议，简直是太多了。所以很多人要不然就说我只要依靠佛的不可思议加持皈依佛我祈请他这样就好了。有的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却忘了自己也应该要努力的积聚资粮，这样是不行的。过去噶当派的祖师曾经说，从佛陀的他本身的角度来说，他的确刹那间可以让一切众生成佛，但是就算佛具备这样的力量，但是由于我们凡夫，如果这种等于说业没有清净的话，没有觉醒的话，那就说你只具备某一部分的缘，另一部分却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么就算佛有不可思议的大的加持力，也是没有用的。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经典里面提到说，佛经中提到具备各种因，凡夫是可以修持这些投生净土的因的，但是净土当中都不会有凡夫的，都是圣者的，而是这些众生呢，是凡夫往生之后，他们在中阴里面成为圣者，然后才投生到净土的，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呢，会有一种说法说，没有凡夫往生净土，都是圣者在净土的。因此我们会问说，那凡夫是怎么样往生净土呢？是因为他们在中阴的时候成就了、成圣了，才投入到净土的。但这种说法也不完全。由于一个凡夫他没有这种投生到圣者，就算没有圣者的因但是他在中阴的时候的确还是有可能投生为圣者。但是如果就是一个完全的凡夫，完全没有修学的人，那怎么可能在中阴就这样成圣？这是不容易的。当然，可能你从密乘的角度是可以这样说，是可能的，但是在佛经显称的经典当中，具备大的虔诚心也好，或者是你观想
다 간다 레바다 순컴게 로아 간디지비네야 就说在各种欲界或色界的众生，都有可能修成这个投生净土的因的。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经里面有提到说，因为阿弥陀佛曾经发愿说，众生如果不这个往生净土的话，他是不成佛的。他有发过这样的大愿。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听闻，然后记在心中，而且还要去实修。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话，那么你说这个长寿佛也好，阿弥陀佛，他们的这些净土的功德呀、庄严，那么你对于净土的这些样子是怎么样，应该多去听闻、忆持，并且去观想。所以只要能够具备这样投生净土的因无论是天人呢、龙族也好，或者是人类也好，那都能够在往生之后亲见这个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亲见阿弥陀佛之后呢，能够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就算是这个声闻乘、圆觉声闻乘啊，或者是菩萨乘等等，就是依照各自的，就是你在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你修持之后，最后呢都会进入到大乘，然后行持菩萨行。然后就会是最后一生，然后就会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在这里问说，第一个要具备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的所依，才能够具备投生净土的四因呢？那是说天人也好，人类也好，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些因跟缘呢，当然你说让畜生向善是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其他生命你可以是让他鼓励他的心向善的。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根本，是一个投生净土一个根本，就是你的心要向善。那么所以无论说投生净土是四因或者是三因，所以对于这些我们要第一个好好的听，然后要记持在心中，并且如是的去观想去实修的话，那么你在今生那么在临命终时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呢能够往生净土的。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为什么要具备投身净土的因哦？要了解它的意义，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明天再讲。那接下来呢？可能简单的讲一下，刚刚是讲了阿弥陀佛，接着可能再讲一点点有关不动佛的一些内容，也就是说都要提一点，这样会比较好。所以这是一个介绍。所以对于不动佛的一个概说，在这个大宝积经里面呢，就有不动如来会，里面有提到他最开始是怎么样这个发起菩提心，之后怎么样成就佛道，还有也提到不动佛就是现习净土，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在这个不动如来会当中呢，都有很清楚的有解释的。那这个可能明天再说。那么，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呢，我都很在学习跟研究这个不动佛的法门。那么，同时祈愿法会当中也会举办不动佛的这个超荐修法。在这个超荐修法之前，也会有不动佛的闭关。所以以各地的中心的住持喇嘛为主，还有许多具信的一些法友。总之，每一次不会超过21人，然后会一起闭关，不动佛的闭关。在这个期间，我也会尽量跟他们分享说这个不动佛的意义，还有修持的方法，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我也想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不动佛的法门呢？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在21世纪的现代，各种科技发达，尤其是各种物质发达的时代，我们身为人类，我们的行为有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些。因为这些科技的进步而有更大的一种力量产生，所以比起其他的生命、其他的众生，我们对于环境、对于这个地球的影响呢是更大的。有的时候呢，伤害也是更大的，所以大家这个也都历历在目，是很清楚的。所以要消除这样子的大的恶业的力量呢，那么就是不动佛的法门了。因为不动佛法门就是拔除各种的罪障、恶业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它有它特殊的一个意义。以前我有提到有3种业的这种一个理论哦，这不是出自什么经典，而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第一个业呢是什么呢？举个来讲，就好像是渔夫跟猎人一样，像是那么，但是呢，你看古代的猎人跟现代的猎人是不同的了。
随着科技的进步，那其实你看以前都是用石头啊，用一些很简单的工具。那慢慢的呢，有铁器出现了，那就有各种的武器啊，铁质的武器出现。但到了现代来说，那更多了，各种的这种武器啊、枪炮等等。那这些武器力量也比以前是更大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你说要捕猎的话，或者是杀生的话，它也是数量是更大的。我想这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跟知道的。所以就算是从猎人来说，这也是跟过去是不可以相比的，罪也是更重的。那么就渔夫来讲，那以前的话都在自己的范围里面，甚至都还没有渔网，没有发明渔网的时候，那就是用这个鱼刺钩子那可能一天就等在那个一个河边或者是水边，然后可能都捕不到几条鱼。那也有一些地区呢，甚至会用这种一种特殊的海鸥吧，还是一种天鹅，那可以训练这些鸟呢，水鸟呢，能够到这个水里去帮它捕鱼，就是不让这些水鸟飞到水里，抓了鱼出来就不让它们吃下去，让它们就吐出来，用这些水鸟去捕鱼的方法等等。当然，跟现代你说大量捕鱼啊比起来，过去是很简单的，而且数量不是那么大的。但现在来说，你看这些捕鱼的船，然后呢拖着是一个巨大的渔网，然后你看捕了多少鱼呢？实在是捕一次呢是捕非常非常多的鱼，而且呢还透过各种的科技去找寻说鱼群在哪里。那同时间可能是几千几万条鱼就被抓起来。当然也有一种是专门我只捕这一种鱼，但是呢那个网一捕过去，网子当然不会分嘛，所以就把所有其他的鱼也都捕起来了。结果呢，那些不需要的鱼呢就被随意的丢弃了，等于说随意的一种杀生，可以说是为了捕某一种鱼，结果呢，其他的这些鱼类也将它伤害了。所以说，这样的一次的行动，不晓得又伤害了多少的众生。这些数量，我现在举的只是一个例子。你同一天全部这些捕猎的活动加起来是多少呢？所以你可以想想，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世纪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恶业的情况，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去能够忏悔或者说对峙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我们造作这么巨大的恶业的时候，同样的佛菩萨的也有具备这种强大的一种悲心，更大的一种愿心，更大的一种的加持力的。所以也因此呢，所以你看佛菩萨都会说，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如果恶业越重的时候，如果修持这个不动佛的法门的话，会非常好。甚至为什么叫做不动佛，或者也叫做无嗔佛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就是我们不要被这种嗔恨心所扰乱，就是不要有嗔恨心。其实看看现在的这个世界，嗔恨是制造各种的纷争、战乱的因所以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些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念的这种嗔恨心
或者一种伤害的心而造成的。这么一点点，我们因为没有办法降服这样一点点的嗔恨心，所以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纷争跟战争等等。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刚刚说的，捕猎这些众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种这种伤害他人的心而造成的。我们常说我们现在像吃肉我们为了吃肉，所以我们说会要杀生。有的人会说就没关系那些众生反正他们也不会说人话嘛，所以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讲。但是我有时候在想，以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搞不好未来还会造成什么人吃人肉、人穿人皮的情况。因为都是一念这个嗔恨心所开始的，而且我们是这种恣意的这种就任意的让我们的这种嗔恨心这样不断的升起所以将来只会越严重，搞不好以后不只是披着动物的皮，搞不好是披着人皮呢。就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有战争战事，但是很多时候不仅是战争了，甚至呢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恣意的呢去这种伤害当地的一些居民有这样的一些残忍的情况。你看到那时候就感觉怎么他们好像用这种对待畜生的方式去对待人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这种恶心或者这种伤害的心就是因为在最开始没有好好的去降服它，当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说那么残忍的他怎么会这样，这根本是失心疯了，真的是可能被魔附身了吧什么的。搞不好他有一个长了牛角的这样一个魔王的人躲在他的身体里吧，他简直不像个人了，会有这样的形容但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长这样。就好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许多人呢去破坏了这个寺院，然后去破坏了，还有去殴打僧人等等。现在的人说当时那些人真的都疯了，都是被什么魔附身啦或什么的。但我在想，他们真的疯了吗？并没有他们也不太可能是被这个魔附身，当然一定有一些魔性在里面但是以前就是因为太迷信了，都没有什么学习，因为太迷信，没有教育，所以当一个人在那里鼓动某个思想，然后那些渔民，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这是真的，所以呢就被控制了嘛，人性就被控制了，所以就会其实可能也并不是什么魔附身什么的，而是真的是没有教育、没有思想、迷信而造成的。那么这是第二个业。第三个业是什么呢？是具备了大的对峙力。也有这种大的这种过患，也有大的对峙但是中间呢还需要一个缘促成这两者聚合在一起。那这个具生缘是什么呢？那也就是我们噶举的上师，那不只是噶举的祖师上师，我们说从具备大悲心的释迦牟尼佛，还有我们过去的这些的智者呀、成就者们，他们以这种大悲心总是眷顾着我们。也总是不舍弃我们总是眷顾着我们，而告诉我们各种能够尽除罪业的方法。
所以这个就像是一个总是牵引着、带领着我们，帮助我们、协助我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尤其呢，我们看到过去噶举的祖师，大多是呢。都是属于金刚部，都属于金刚部的上师。举例来说，密勒日巴尊者，当在给这个习金刚的灌顶的时候，他都会花丢到坛城中，都会丢到这个弥古斗觉不动金刚的这个坛城中。以噶玛巴来说呢，历代噶玛巴呢，自己也是属于不动金刚这个部的，就是金刚部的，所以也是这个有人说这个黑宝冠啊，都以为是全黑的，说噶玛巴的宝冠。但其实呢，这个真正黑宝冠的其实是黑蓝宝冠，它其实比较是一种黑蓝色。这代表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代表了这个不动金刚部，就是不动尊。所谓不动，就是不变，它象征是一种法性不变、法性不动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蓝黑色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天空是不会改变的嘛，所以呢，就是用了这个来比喻。我们会说其他都会变，但是虚空是不变的。但这里不是论点里面提到的虚空而是我们现在抬头看得到的天空。我们会说它是，我们会说蓝色的，有的时候，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就好像是这种蓝色、天蓝色天空一般，然后呢是不变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黑宝冠呢，也是代表就是这个深蓝色，代表就是一种法性不变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第三点就是要具一个具身缘这是一个连接点，就是具备了上师这些祖师们，再来还具备自己的进取因，也就是自己要精进，那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有一种欢喜心是很重要。为什么呢？修行是自己的事情你并不是刻意勉强在那里强忍着说我要修行，这样是不行的，那样你就不自然了。很多人的修行呢，都并没有把自己本来你其实就具备的那种很维系的一种善心你都不重视它，不重视你本具的那种善心，而你一想到修行就以为哇，一定要是做一个是特别的殊胜的事情，而且是以前没有的一个事情。结果呢，你反而忘了，其实你本具的那一点点还在你心中的微小的善心，好像觉得一定要是个什么黄金珠宝一定要那么闪亮那么特殊的东西反而忘了你最平凡的最本具的那样一个善性。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修行呢，都会变成这种太造作了，都不自然了，然后结果修行变得跟你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我们说修行你要看到原因，你要了解它的意义，要发自内心去做，不然的话呢，它只是一种表象，就是一个造作。当然，刚开始你必须要试着改变，需要造作一些什么，但是也不要太过分。
重点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忘记跟不重视你本具的那个善心哦，而装着做很多其他的样子。那本来我们说修行刚开始就是一种造作的虔诚心，慢慢才会有无造作的自然的虔诚心。但是这个最根本修行的最开始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欢喜。是一种欢喜跟一种渴求哦，你知道本具的善心，知道佛法的意义，然后才开始修，不然呢，你只是一种盲目的一种，好像吃着苦行，然后盲目的在做一些无意义的，应该说盲目的在做的一些这种很艰苦的、刻意的、勉强的修行啊，那这样是没有用的。这个要请各位要想一想。那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明天开始呢，会要讲一下不动佛的这些祈愿文。其实我也没有准备的太好，但很多时候，有时候就算有些准备，但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的功德，也没有任何的证悟，所以也没有办法解释得很好，只能够照本宣科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这样可能也没什么利益哦，对大家。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有时候法说的再精彩，说的再好，但是如果没有让你触动到你的心，或者说利益到自己的心的话呢，这其实也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是第一天，我也先确定一点，确定一点，就是我绝对不会讲得很好，先话说在前面。多主千仁波切曾经说过，我平常都会引用他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说口诀的人，他自己如果是一切过失的泉源，但是他所说的意义呢，如果是跟佛法相应的，是如法的，是有利益的话，那你们修持领受的话，也是不会有任何过失的。所以我们说要依法不依人哦，也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就算这个说法的人不怎么样，甚至是有过失的，但是因为他的法是正确的，还是要去领受。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孩童他也可以说出一些佛法的一些真实语的，所以就算是孩子，他也可能说得出一些真实语的。所以这个人看起来实在没什么好研究，不怎么样，但是他可能说的内容呢，确实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所以请大家呢，焦点不要专注在我的身上，而是请大家心专注在这个内容上。因为当然里面有一些是我的一些想法了，那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也请你们也要多想一想，去观察。但其实现在的社会一种风气，都是很喜欢到处观察、做评论啊、做分析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分析太多也不见得好啦。总是在批判，总是在说哦这个对或不对，这个好或不好，总是要一些原因上去钻研，但却总是不实际、脚踏实地去做的话，那是没用的。就好像佛法里面也说，你要首先要有分析观察，就是有比论的逻辑去思维，但是最后，你还是必须落实在你的限量的，也就是你的实际的修持上去的，要不然再做太多的更多年的这种观察也是没有用的。那么在之后呢，是一个禅修。
那今天要做的观修呢，是观想净土，观想净土的庄严。那这个实在不容易哦，观想阿弥陀佛净土，像是在汉传佛，就像是你可以想说，就好像是皇宫是一样吧，那么富丽堂皇。那这是中国式的皇宫，那么所以但是在印度里面，为什么说极乐净土那么丰盛，有水流啊或什么？就是因为印度的水并不丰富吧。那么那么在藏族来讲，搞不好净土当中又有好多酥油哦，好多的这一些糌粑吧。那当然搞不好现在还会有可乐，还会有蛋糕吧。就是你想要什么的，就是一切这些受用物呢，它都会圆满出现的。那当然，你不可能把你世间所有你想要得到、想要的这些东西都观想出来的。但是，总之呢，这个极乐净土，在有一些上师的说法里面说，所谓在这个什么，在西方去此净土、去此地的西方多远多远的一个地方哦，我们会以为是那么远。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是很难投身净土的。而要祖师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其实净土在哪里？就是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就是你周围的这一切，就是净土。要这样子去想。那祖师们说，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呢，那你能够快速也能够容易投身到净土的。当然，讲到净土，每一个人心中想出来的净土可能都不同啊，因为你喜欢的都不一样。但总之，极乐净土是什么呢？它是由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而成的，也可以说它是由它的本质的中而变现出来的。当然不会像是我们现在世间这样子的有石头啊、山河大地，有我们的业力的相而显现的，并不会。总之，这个是我们要具备的一个观念哦。那这是我们要具备的观念，但当然里面的样子会长什么样，比如说云长怎么样啊，树长怎么样啊，那这些你很难一一去形容，因为每个人你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创意哦，你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观想出来的。总之，所以你要想这个观想，试着去观想净土的样子。那首先，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菩提迦叶这个圣地，这个地方呢，跟奥明净土本来就是无分无别的。当然，就凡夫的显象来看，放眼望去，菩提迦叶都是贫困，都是欠缺，都是穷人。但是呢，这个地方却是佛陀成道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圣地。所以你要这样子去观想5分钟。